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至黃埔區嘅陳生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海濱南岸嘅7座，睇一個實用432尺、間隔屬於兩房嘅單位。咁我哋一齊去睇睇啊！大家睇到咧，全屋附設有家私，而且咧都係比較新淨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係租客入住的話咧，真係可以拎包入住嘅。整個單位咧間隔咧都係比較方正同埋實用嘅，咁可以盡量咁利用呢個空間去儲物。廚房咧大家都睇到咧儲物空間咧係非常之十足嘅，而且咧佢呢個戶型嘅廚房咧係整個海濱南岸最大嘅。好，咁今日嚟到呢度咧，介紹就差唔多啦。如果邊位想查詢一啲紅磡區內嘅1、2手資訊，歡迎致電本人。多謝。